一間 AI 公司上市啊，好多人都以為終於有錢可以安心做模型啦。但係智譜同 MiniMax 就話你知啦，上市未必係終點嚟嘅。好多時只係換咗一張更加好用嘅融資卡啫。兩間公司其實今年1月先登陸港股㗎咋，但係到7月啦，智譜又配股啦，融資大約314億港元 ，MiniMax 亦都配股融資大概95億元，再加65億嘅可換股債添，三筆加埋就大概475億㗎啦。你第一個反應可能係哇，啱啱上市啫喎，師兄又攞錢，係咪個模型越做越大，個荷包就越嚟越乾寒啊？不過今條片咧都唔係見佢一融資就鬧佢抽水嘅。股價高、估值高嘅時候，用少少股權就可以換到一大筆錢喎，橫計點計都係好嘢嚟啦。我係佢都心動啊！咁當然真正去諗嘅，呢475億裏面係咪真係買到下一代嘅模型啊、收入同埋護城河呢？定係純粹幫佢自己嘅資金鏈重新撳一次 reset 掣咁呢？先拆清楚翻嗰475億點樣計先。第一筆就係智譜嘅配售，總額大概係314億港元啦。扣除咗費用之後，淨籌就超過313億。新股佔擴大後嘅股本4.25%，公司就話啦，當中55%會用嚟做 AI 嘅研發啦。第二筆係 MiniMax 嘅配售，總額大約係65億，淨籌就大概94億半啦。配售完成之後咧，新股已經佔公司股本超過1成啦。第三筆係 MiniMax 再發呢個65億港元嘅可換股債啦，零票息2027年到期，所以大家記住3個數字就夠啦，314、95同65加埋大概就係475億啦。但係呢度有3件事要講清楚先。第一，475億係總融資額，唔係扣晒使費淨入袋個數嚟嘅。第二，當中65億係可換股債，今日仲未完全變成普通股。第三，零票息唔代表零成本，只係暫時唔使俾現金利息啫。如果債券將來全數轉股啊，債券持有人都會持續完全攤薄大概5% 嘅股本，所以融資之後啦，公司條跑道長咗，但係舊股東將來分到嘅每股成果咧，亦都可能會攤薄咗。市場唔係淨係睇收入有冇增長啦，真正要睇係收入增長跑唔跑得贏個股數嘅增長先。好啦，點解模型越勁係越缺錢㗎間公司？因為 AI 就唔係普通軟件嚟嘅，普通軟件咧多一個用戶咧，其實成本咧就唔會多好多。但係如果 AI 多一個重度嘅用戶咧，就真係要多好多 token 啦，多好多 GPU 嘅 use time 㗎，亦都要更加多嘅儲存同埋網絡嘅資源。前沿模型就好似 F1 車隊咁樣，今季快0.2秒啫，都唔代表下季可以收工㗎。對手一出新模型咧，你又要再訓練、再減呢個推理成本同再搶人才啦。於是乎咧，就會出現一部資本跑步機啦。模型越好，用量就會越高，用量越高咧，短期算力開始又會越大喎。想繼續領先，就只可以繼續投資。Benchmark 只係排位賽啫，現金流啊先係正賽個油缸啊！好啦，先睇智譜啦。2025年智譜收入人民幣7億幾啦，按年升咗大概132%，增長好快啦，呢點冇問題嘅。但係同一年研發開支接近32億人民幣啦，即係研發係收入大約4.4倍喎。經調整後淨虧損亦都接近32億，毛利率就由前一年嘅56%跌到41%啦。所以第一個畫面係收入跑得快，但研發跑得仲快啦。收入結構亦都係有一個幾反直覺嘅地方嘅。智譜大約5億3千萬收入啦，嚟自本地部署啦，雲端收入大約1億9千萬。最近卡應該比較輕資產㗎，但係智譜嘅數字就啱啱相反喎。本地部署毛利率接近49%，雲端毛利率不足19%，原因都唔難明嘅。每 API 每用一次都有推理嘅成本，市場仲要打埋價格戰添。本地企業項目雖然要交付啦，但合約定價可以厚一啲，所以見到 AI 收入增長啦，就唔好即刻當成為一個高質素嘅收入啦。首先要問呢啲收入收完錢之後仲剩幾多呢？再睇現金嘅跑道，智譜 IPO 淨籌都接近49億港元㗎啦，去到6月底啦，已經動用咗接近46億，即係大概94% 左右。要講清楚先，而動用咧唔等於全部都會變成會計嘅虧損㗎，但係至少會證明啦 IPO 嗰筆錢部署得非常快啦。所以7月再融資，從公司角度其實係一盤好雕。智譜擴大用戶之後咧，嗰 4.25% 股本咧，換到超過313億港元淨資金喎，用相對少啲嘅股權就買到一大段研發嘅跑道啦。投資者下一步咧要睇3樣嘢，第一係雲端毛利率
可唔可以升？第二係收入可唔可以慢慢追近呢個研發嘅開支？第三係企業客戶會唔會續單甚至係加單呢？如果每次模型升級都要再用股權搬呢個 GPU，護城河可能屬於晶片公司啦。只有當模型變成一個高續約嘅企業收入咧，護城河先會真正落到智譜股東嘅手中。所以我對智譜嘅判斷咧，其實好簡單嘅，融資效率就非常高，商業化效率咧就真係有待證明啦。對公司嚟講啊，4.25% 嘅股本換310幾億，梗係 good deal 啦。但係對股東嚟講咧，就要睇下呢筆錢將來會帶嚟幾多新增嘅毛利啦，而唔係下一代嘅 GIA 模型咧可以排位排高幾多位㗎。模型可以一夜上榜，企業收入啦同埋現金嘅回收咧，通常咧都冇咁浪漫嘅。再睇 Minimax 啦，2025年收入大概係7900萬美元啦，按年升咗158%，大約2%到咧就嚟自呢個 AI 原生嘅產品啦。更加特別嘅係73%收入係嚟自中國內地以外嘅喎，呢個係 Minimax 最具吸引力嘅地方。佢唔係只係內地嘅模型公司啦，已經有全球嘅產品化嘅初步證據，毛利率亦都由12%升到25%，方向係向好嘅。但係25%仍然遠低於成熟軟件公司啦。研發開支大約係2億5千萬美元啦。調整嘅淨虧損咧，亦都係大約2億5千萬喎。經營現金嘅流出啊，就接近2億8千萬喎。即係收入增長好快啦，但現金流仲未追得上。呢度仲一個會計陷阱㗎。Minimax 嘅帳面就接近19億美元啦，睇落就非常之誇張嘅。但係當中接近16億咧，係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啦，唔係等同於金額嘅營運現金流出啊。所以分析 Minimax 唔好淨係睇 headline 嘅虧損，都仲要睇埋經調整後嘅虧損同埋經營現金流嘅。上市嗰陣啦 ，Minimax 淨籌咧大約53億港元，半年之後今次配售加埋可換股債咧，再淨籌接近159億啦，差唔多 IPO 淨所得嘅3倍喎。點解股加債要一齊做呢？配股今日就攤薄，可換股債就將部分攤薄推遲，轉股價咧就大概係335港元啦，高過配售價嘅268港元啦。如果將來股價夠高啦，債券轉股咧，股份會增加啦。如果股價唔夠高，債券仍然會係一筆要處理嘅債。講到底啦 ，Minimax 係用未來嘅股權彈性咧，兌換今日嘅算力確定性啦。下一步我會睇3樣嘢嘅：海外付費用戶嘅流傳啦，產品嘅毛利率同每1蚊嘅研發開支可以帶嚟幾多嘅重複收入啦。下載量可以好熱鬧嘅，現金流先知道熱鬧之後有冇人買單噶嘛。所以 Minimax 嘅故事比智譜咧就更加似一間全球 AI 嘅產品公司啦。呢個位咧其實係加分嘅，但係消費 AI 咧其實又最怕一樣嘢嘅喎，免費嗰陣咧人人梗係都話好玩嘅啦，但係一到要大家科水，先發現咧原來唔係人人都需要一個 AI 嘅伴侶㗎。所以最重要咧都唔係嗰個下載榜啦，係流傳、付費同埋推理嘅成本。另外 Minimax 短期都仲有一個交易員會睇啦，但係同基本面完全唔同嘅元素，資金流啦。佢8月6日咧就正式入咗港股通啦，而下個月9月嘅恒指調整咧，中金咧亦都將呢個 Minimax 列咗一個潛在嘅候選名單啦。當然正式結果去到我目前為止就未公佈嘅。呢啲被動資金咧其實可以改變短期嘅供求，但係都唔會改變到我頭先講嘅問題㗎。流傳、毛利同埋現金流先決定呢個長期值幾多錢啦。而智譜 Minimax 只係第一輪。Kimi 同埋 DeepSeek 亦都傳出融資啦，或者係上市嘅部署啦。下一批公司一入場，香港又會唔會由呢個 AI 嘅上市地就變成呢個 AI 集體嘅充電站呢？先講 Kimi 母公司月資暗面啦，呢個金融時報最新嘅報道啦，公司正在調整呢個架構，希望為潛在香港上市鋪路啦。報道亦都指啦，近期一輪融資估值大約係300億美元啦，下一輪目標可能去到500億美元啦。不過要留意啦，去到目前為止咧係冇正式嘅招股書，亦都冇公司確認上市嘅時間㗎。DeepSeek 方面啦 ，Reuters 引述報道咧話公司要恢復新一輪嘅融資啦，目標接近80億美元，估值就接近呢個5000億人民幣啦，亦都有研究呢個內地上市嘅可能。同樣啊，呢個係全部報道，唔係完成嘅公告啦。但係將 Kimi、DeepSeek 同智譜 Minimax 放埋一齊，就會見到一個趨勢㗎啦。中國前沿模型競賽咧開始由呢個創牛嘅市場咧，就慢慢走向呢個公開市場同埋更加大型嘅資本啦。因為訓練、推理、人才同埋分發都要長期嘅資金啦，私人市場一輪一輪咁樣融資，未必夠快，亦都未必夠大。上市最大嘅作用唔止係 IPO 嗰一筆錢，更加重要係股票本身咧就係變成融資嘅貨幣。上市之後啦，可以配股啦，可以發可換股債啦，亦都可
可以喺公開市場估值吸引機構嘅資金。智譜今次就係最好嘅示範啦。但係公開市場亦都會放大問題㗎，模型排名每星期都可以更新㗎嘛，業績咧可能半年先出一次喎，股價每日喐，毛利率改善就可能要等幾年。所以 Kimi 同埋 DeepSeek 真係行到上市嗰一步，我第一時間唔會問邊個模型最勁㗎，我會問啦，收入嚟自企業合同啊、API 定係消費嘅訂閱呢？毛利幾多？每年燒幾多現金？融資之後股數又會加幾快呢？去到呢度就要同阿里、騰訊比較啦。阿里最新一季啦 ，Cloud Intelligence 收入咧超過416億人民幣，外部收入增長40%啦。AI 相關產品已經佔 Cloud 外部收入30%。阿里咧就唔止係 QWAN 模型嘅，佢仲有要雲端算力啦、database 企業嘅銷售渠道同埋大量嘅電商客戶啦。對阿里嚟講啊，模型可以直接收費啦，亦都可以帶動客戶用更加多嘅 Cloud。騰訊嘅優勢就更加直接，現金流同分發啦。騰訊上一年度嘅自由現金流超過1800億人民幣啦，現金接近5000億，佢仲有微信啦、QQ 遊戲廣告同埋企業微信，即係 AI 未直接收錢之前，已經可以先改善原有嘅產品。模型公司就冇咁豪華啦，佢哋通常都要先俾算力啦、人才同埋流量成本，再等 API 企業合約或者係訂閱收入追上。平台巨頭當然都會融資，亦都會燒 Capex， 分別就係啦，融資對佢哋嚟講係選項，對獨立模型公司就可能係氧氣樽啦。所以真正嘅護城河唔係今季模型排第一，真正嘅護城河係4樣嘢一齊出現：獨有嘅數據啦、低成本嘅算力、分發嘅入口，同埋足夠嘅現金捱過價格戰啦。模型能力係入場券，將模型變成低流失、高毛利嘅收入，先係商業嘅護城河。咁樣睇，智譜同埋 MiniMax 上半年再融資嘅475億，都唔可以簡單咁就當係一個利淡嘅信號嘅。對公司嚟講，趁估值高，提早鎖定下呢個研發嘅資金，可以避免市況轉差咧，先再被逼融資㗎。但係對股東嚟講啊，融資永遠都有代價嘅。智譜就係即時攤薄 ，MiniMax 除咗配售之外咧，仲有將來轉股嘅風險啦。公司嘅總價值上升，就唔代表每股嘅價值咧咁樣會一同上升啦。所以之後睇呢類公司咧，我會睇5樣嘢。第一就係燒錢嘅速度啦，唔好淨係睇佢嘅法定虧損，要睇埋經調整嘅虧損啦，同埋經營現金流。第二，毛利率，智譜雲端咧就唔夠19%，MiniMax 整體係大概25%，收入翻倍。但係其實咁都好，其實係唔代表佢哋已經有規模嘅效益㗎。第三就係客戶嘅流傳啦，企業又會唔會續約呢？消費用戶又會唔會真金白銀咁樣科水呢？第四就係資金嘅用途啦。下一代模型推出之後咧，究竟成本有冇下降呢？客戶有冇多？毛利又有冇升啊？如果475億只係換到一張 benchmark 嘅冠軍相，咁張相真係好貴啦。第五係完全攤薄嘅股數，配股、可換股債、員工期權其實係要一齊計㗎。我最想睇嘅唔係中國邊個模型第一，我想睇嘅反而係想知道邊個模型最先離開個資本跑步機啦，收入終於可以開始追過研發，毛利持續上升，現金流慢慢收集翻，亦都唔需要半年再融資一次。智譜係企業商業化啦同埋融資效率嘅故事 ，MiniMax 咧就屬於一個全球產品化嘅故事。Kimi 同埋 DeepSeek 就可能會成為下一輪嘅資本焦點啦。最後勝負未必係由最聰明嗰個模型決定㗎，而係邊間公司除咗識生成 token， 仲識生成現金流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翻條片俾你嘅朋友仔。我哋下次都會講更加多唔同財經嘅故事。我係 Philip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